愛呢個字喺我哋文化入面幾乎失去咗佢嘅意義。呢個故事好有趣，講述一位來自科斯克嘅拉比碰到一位明顯享受釣魚嘅年輕人，佢喺度食嘢。佢話：呢位年輕人，你點解要食呢條魚？佢話：因為我愛魚。佢話：哦，你真係愛呢啲魚，所以你先將佢從水入面撈出嚟，然後殺咗它，再煮熟佢。佢話：唔好同我講你真係愛呢條魚，其實你只係愛自己，因為魚對你嚟講好味，所以你先將佢從水入面撈出嚟，然後殺咗佢同埋煮熟。愛嘅好多表現就好似魚一樣，佢所謂嘅愛其實係指佢喺呢位女士身上見到一個可以滿足到自己大部分生理同情感需要嘅人，而佢認為呢位男士係一個佢覺得可以滿足自己需要嘅人，咁就以為呢個就係愛啱嘅。但每個人其實都係為自己嘅需要着想，呢個唔係對其他人的愛，另一個人變成咗冇滿足感嘅工具太多。所謂嘅愛其實都係魚愛，真正嘅愛唔係諗住我可以攞到咩，而係我會俾出嚟嘅。我哋有位叫做德斯勒嘅拉比，佢話人哋犯咗一個好嚴重嘅錯誤，以為你要為你所愛嘅人付出，而真正嘅答案係你愛嘅係你為之付出嘅人。而重點係，如果我將啲嘢俾你，我就已經對你哋投入咗自己啱，因為自愛係天經地義，大家都愛自己。而家我呢部分已經變成咗一個新嘅啱嘅，有一種愛係十難美嘅，呢種愛係美，所以真正嘅愛係付出嘅愛，而唔係索取嘅愛。